今日行下呢個穗禾觀塘，對面就係穗禾街市。呢個穗禾路，好多嘢賣喎，睇到都係好似街市街咁，一直向上行，好多鋪頭賣肉啦、雜貨鋪，仲有乾貨濕貨都有齊晒。街市反而好似唔係多，因為之前呢個一直向上。穗禾路，因為有滷水、生肉、麻雀館都有喎，買人送可以嚟打麻雀。呢度有豆腐粥鋪，雞蛋賣魚嘅呢個雜貨鋪，對面咧就賣乾貨多，冇乜濕貨。呢邊咧又賣濕貨多，有菜啦、餃子啦。喺超級市場有㗎，喺呢度開超級市場有啲，好細嘅，好大競爭。上喺2樓，滷水、生肉，對面就賣乾貨，賣鋪頭多，賣魚。呢個打橫嗰度都好多嘢賣，一直向上，有啲嘈。而喺上邊就有賣肉、咩頭菜、生菜、穗禾路呢條，對面就乾貨多啲，呢邊就賣乾濕貨都有。喺日本城喺我講下就，係上樓嘅，一舊樓可以整到超市賣魚嘅。啲生果嘅超級市場。對面係間教堂，瑞靈道教堂。呢度可以行出去協和街，呢度全部都係賣餸嘅，呢度就啱。街市都唔使上，賣雞蛋嘅，呢邊係賣而家有啲醬，賣魚嘅，海鮮嘅，蠔嘅，側邊都泊到車，可以揸車嚟買。呢度賣鮮肉店，舊式乾貨鋪，開倉清貨，哇！一開倉就清貨。呢係舊式雜貨。隔離就係家樂街，呢度賣咩？薑嘅舊式鋪，因為唔金鋪。一長鋪、養生。唔知我冇為意喎，好似星日啊！生貨一隻穗禾街，起埋飾物俾我。呢度係行啲協和街，同協和街黐住嘅呢個穗禾路，舊式五金鋪。
仲有呢邊係理髮鋪，好平喎。係啦，呢度開始冇乜啦，因為行到上邊舊式雜貨鋪，因為上邊好似人少啲，啲人咧就